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土著苗是台湾东方美人茶，归创药的产期，对轻基本的内容、种的技术，用来泡出茶香，都用来保存茶心，走入形成的规土的种茶屯做茶的文化。不过，假使内容出问题的，按用来改良呢？下为委托工业业来执行产业群区创新计划，带入材料技术的发展。对种茶嘅内容嘅改良、茶心嘅保存，到委托茶香专业批嘅茶干、茶壶也到，讨论把用睇 ICT 天子港测器嘅纳米科技，运用睇茶壶烘，最里面係想去屯茶土文化，提升到哪一个层次？来看那科技用来屯传统嘅茶土产业来创新。你看，按天下变成结婚不是统计，打的结婚为主好，改变没重要。好，按你打管的从牧羊从农啊管的就好嘞，三天木打多就好。好啊。天牛的准票大天呢，天桥管理员很用心，先同佢讲好按用打。一两分那天橋喺度苗栗頭份嘅流動沙區，睇用線負責來講，本單也特別睇無按過，睇住對配備在當島內貼過來，三木上島一條外來內天涯，沙同好好天橋破壞停。因為兩橋天本來啊，邊岸嘅路面啊，很帶赤浪，落帶天，當好嘅天來，但是新提出賣道呢，佢唔低，佢想咧升高比路下高，佢每10天。叫咧種啲插兩里咧，種樹也乜嘅。結果佢咧吞米蘭過行來，結果佢咧吞嘅奶呢配備來，佢唔低，佢落底咪更重要啊！喺大田前工業園張頭田豆度，加添生活炭同木溜油，天牛大哥做錢難度10度誒。流動沙區前2年同水保局爭取經費，為發展沙區提升農業。認真對農地上檢測，人單單都唔係按地，這樣時都知道一笪好好嘅農地用來種茶應該以好。結果頭年種茶樹唔會大，天一年又種過，還係生唔起來。是係當到前含潛沙區老雜強下來研究，也係種唔起來。一直到工業園團隊來檢測，爭啲問題度嚟。哦，有些安尼簡博士呢帶隻團隊來研究安尼倆點奶，到底出乜問題？係咪一測驗到呢？我就酸鹼值通過，咁一測啦，就幾多研究單位研究出來呢？酸鹼度達8.8啦。我講兩樣會種得起呢？我說體驗種的差全部行緊啦。原本的 pH 值大概是多少，然後現在變多少？對，我們原本大概是7.8左右啦，7.8接近8。那我們改良後，它會逐漸降低。像剛剛我們還沒有翻之前，大概是6.1，那現在翻之後，現在大概是6點，哦，現在還在降。我們的目標大概是5.5到6啊。一般來講，頭田野條件而合適茶樹嘅成長，尤其係種碰風茶環境係重心要較酸。唔過一旦農地嘅上檢測有8以上，較減，莫怪我生唔出東西來。我們一般農業體系來講，都會開一個診斷，就是說這一塊土地其實是不適合栽種茶葉的。啊，但是因為我們流東社區相當有心哈，所以也希望透過這一塊地，將它整個流東的那個人與人之間啊，還有相關的人文活動，把它活絡起來。好，所以我們才會想說，好，那我們之前有建立下來的這一些生態土壤改良的這個技術，可以導進來。原來那邊的原土壤就是鹼性比較偏鹼性的土壤，是，那個我們那個改植過後的這個生物炭。有薯片喺流動沙區嘅內，做薯片係改良過嘅。人工改良內容，最頭大田家下加掉生物炭同木料油落去。其實等日內容變好熱熟當久，工業園現業一大邊內帶進去實驗室，1禮拜試驗1擺，再多去調整，看 pH 值用嘅變化。改到其中的茶來，一套茶苗生態抗菌管理技術喺工業園生態材料實驗室，也按多年來主要研發目標。那這幾年剛好我們在工業園有開發生物炭系列的，那也在東部、還有南部、還有我們西部大約有20-30公頃的一個試驗田的試驗經驗，用生物炭、用木醋去做試驗的那個經驗哈。那這個經驗告訴我，其實這一塊地不是不能種，而是要適當的用生物炭、用木醋、有機質材來做調理。
木柳油的功能係提供當年嘅有機酸同胺類來降低減少農藥嘅 pH 值。生物炭係不農體需要該米甲，炭嘅本身唔係雜薄，要當到空，跟奶做乜一樣，較香較利水，故所留嘅係皮，留嘅係水。工研院也用農業廢棄物做出生物炭來改良農藥。其實一般來講所有農業廢棄物你丟在環境當中，它就是隨着微生物的分解，到最後最終產物就是二氧化碳。那二氧化碳就是現在溫室氣體的一個主要的兇手嘛。好，所以可以將農業廢棄物做成我們的這個透過熱裂解，透過碳化，把它做成生物炭。其實從工業的角度來看農業我們其實不太懂，剛開始不太懂農業那農業專家告訴我們，農業不是工業農業是生命它是一種生命。所以你從生命的角度來思考這件事情的時候，我們第一個想象到的就是如何讓土地能夠恢復它的生命。有土地作為有生命，也係農業根本。農體係唔好，應該用生態方式，唔係用化學肥料去改。工研院較早嘅係工業技術，並唔係農業。唔過係講傳統農業行到新農業4.0嘅時代，工研院本單主要嘅技術，也需要略略嘅調整，就睇得到農業。因為學委會同傳統產業興趣創新計劃時節，會請工研院來做研究。那過去我們對客家產業的想象大概就是文化的產業我們希望從組織的角度讓他們每一個區域的客家人有他們自己的組織的產業，然後透過技術方面看能夠給他一些什麼樣的東西所以當時他告訴我們8個字叫做技術搭台，文化唱戲。那最重要是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合作，把我們客家的這些產業群去重新聚合起來，讓大家從這個單打獨鬥變成一個打群架然後做結盟。東方美人茶有很多的故事為什麼它叫東方美人茶碰風茶然後還有其他的，例如說酸甘茶，還有擂茶，我們所謂的客家山茶。冬茶最高時嘅，就算賺唔到暖筍，也得阿伯婆行喺當3萬頭嘅摘茶，也特別調換東方美人茶神奇，用工研院嘅技術來配合，同傳統嘅茶米產業發展出新嘅樣貌。學委會希望客家產業會行出第一級嘅生產，尋出升級嘅方法。我們知道東方美人茶它的這個香味非常的棒但經常是這個香味沒辦法持久那我就說有沒有可能有一個技術讓這樣的一個香氣能夠讓透過這個工研院您的技術這麼棒能夠在這一塊加值讓我們這個東方美人茶的這個韻味更能夠長期的持續的。一講係奈米加工稀土粉，攞去做出水性呢？照學委會想法，工研院將保留茶米香技術，並到肥業做茶乾嘅杜香，按用東方美人茶香味，用綠茶壺嘅概念，就保留到茶米香。一般肥業做茶乾呢，親手搖手200，頭一邊係同粗排燒好，同呢家李慶書，再個同奈米嘅材料，噴到肥業做茶乾嘅杜香，再個上油並到搖手。李慶書本來係同台灣工業研究所做，頭擺長期輔導英國嘅陶瓷來發展肥業做茶乾、茶壺一道。那陶瓷呢，第一個問題就是原料的取得。那原料呢，它有物性跟化性。那化性呢，就決定它的燒成溫度跟燒成特性。那物性就是最主要是在於它的成型性，也就是說可塑性。那所以說，這個陶瓷要成型，從原料取得成型。然後到後來的這個產品的出來呢，那是經過好多的這個步驟
那这个孔呢，它本身大概就在7到10个奈米的一个孔洞大小。那这个大小呢，它又符合这一个东方美人茶的果香的这个香气的这个大小。那加上它本身一个高的表面积，那它就会把这个香气保存在这个里面。然后最重要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材料跟原本做陶壶的材料是一致的。因为材料共样，奈米成分最有受到非做茶馆的地度。工研院的材料同化工研究所本单就发展出奈米导孔的陶瓷材料，头摆老用途高级的电子材料项，包含像气体的监测器，利用了材料吸收气体，按用微风的监测器就监测得到气体的量。东方美人茶的茶树嫩笋，经过慢的抽研过后，有特别的碰同香味一道，催化素就开始生验，按样的。茶壶将保留到茶味的香味，按用本单用途 ICT 的高级奈米材质，同传统的业做的茶馆的生意没用的。我们做了一个材料的系统，如果只对一个产业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会有，其实那个会有点走不出来，所以很高兴有这一次的机会，我们把这样子一个材料。然后直接制作在这种一些民生化工的一些产业上，然后让我们传统的这个陶瓷的这一个部分能够有一些价值的一些特性出来。它会有让这个水会变甜的感觉。那这个卢博他们有做过一个实验，就是说它会把那些钙跟镁的这个所谓的那些矿物离子呢，会吸附掉。也就是说，像我们所谓清净滤水的功能的那种效果存在那个材料。除了说它有所谓的孔隙吸附性之外，它还有这个效果，那这是之前意想不到的。真的，人家这个品茶师他可以去感觉啊。那我就听工研院讲说，他有把这样的一个产品啊之后的一个效果啊，透过盲测得到这个非常多次的这个东方美人茶这个特等奖这样的一个茶师啊来去品茶。透过盲测，他说：“确实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他这次就是头份的天凤人加上得到特等奖，有到地庄人为买假木卡茶，经过加的实际测验，同其他茶壶比起来，用一种泡出的酿茶水较软，所以来较顺。因为我们东方美人茶它就是蜂蜜香跟熟果味，然后这支壶的开发就是想要把它的香味。这个滋味就是封存在里面，然后去显现它的特性。这样，那我们使用过是觉得就是泡出来的水质有比较软。传统式的保鲜剂就是用这样子的，对，这样子的。然后它这种一包大概100块，就等于差不多1颗是1块钱。开业打开，地度表能保持机，一种传统的天然土壤保持机，差不多含水，成本虽然大，不过表唔高，还会造成污染。工研院利用安全无毒的成分膜，做出泡泡的像纸卡样的保持机，其表较久度，较唔会生菇生虫一道，茶农看到当场买来用。然后现在工研院它开发那个保鲜剂，它没有那种成分，因为它是像一片纸嘛，就是书签。然后我们就是想说。试试看那个应该可以，然后工研院它不是也有研发那种就是保存的陶罐，那针对现在一般喝东方美人茶或是需要放茶客户，应该也比较蛮适合的啦。冠军茶的部分它可以卖得非常的贵，但是一般消费者买回去，他不可能一天就把它喝完嘛。那以目前的这些保鲜的方面来讲，保鲜剂本身来讲，都是一些比较属于传统的铁系的保鲜剂，它只要你打开之后，大概就失去它的一个效果。那我们可以用我们院的这种生物美的这方面的一些技术，让它可以多次的使用。学委会的生意群起创新计划，106年喺体育集团的示范传统，先创业技术，对106年起始，要做行较创业，无强用两边的结合，而传统的产业升级。第一年只是透过这样的计划把技术研发出来，那其实扩散还没有完全出来，所以我们希望第2年能够在这样的基础上面包含去鼓励我们很多的可能一些比较具有资本的企业家来去投资这样的产业
让整个这个茶陶的产业不再维持是地方性。对传统农业行到新农业，生态改变最用科技按好的条件来发展，来改变农业。所以清楚客家产业主要特色同科技带落来，按用产业相关产业，作为有新的发展，也冇有成功。